啊，继续看，即件是这个主播郭怀轩甲伊的翁婿徐典元结婚了后，两个人真恩爱，相带到屏东佚佗。但是讲食这个慢慢猪脚是食到规巴都火。讲当工明明都无点硬菜，啊店员硬讲因有点，硬甲这个硬菜芳就倒，因是无奈来接受开钱食这盘菜。 两个主播来感叹，讲想袂到离文明的社会会拄到这款的状况。讲后摆绝对袂过去迄间食饭咯。啊，店家嘛出面来赔货，讲因点菜了后，拢会再三来确认，实在毋知影倒一个环节出问题，产生误会。 主播郭怀轩伫热面册顶分享真济和翁婿市典元去屏东耍的相片，不过其中这一篇伊就真怨恨，是毋过会伫咧文明的台湾发生这款代志。 来到慢慢某一间猪脚店食饭，点猪脚、粿仔、番薯叶，结果煞捧一盘硬菜过来，伊就感觉真奇怪，随反应。啊，阮也无叫这项菜，佮讲敢是别道的，啥毋对的。结果柜台人员走出来讲坚持有点菜，嘛摕点菜小单出来。郭怀轩就认为这毋是家己写的字，要求看正本，落尾嘛是无一个结果。 倒别的消费者嘛出面讲，拄着家己加菜进行，当时有甲店家变面，店头就真惊，名声会臭臭气，嘛进来做说明。白单跟红单其实画的，它到底就是复写，你其实是一样的。后来也是接受了，连结账的时候也没有再特别再说怎么。小姐接手了她菜单的小姐先稍微比对一下，然后我就再走过来这边跟古小姐再次确认。提供是看当时的情形，面对镜头嘛把点菜流程去看一遍。我们势必会。 工作人员会跟客人做确认过，加重笔记。柜台不清楚，我一定会结账错误，并不是单纯影响了我个人，是影响了我们整个店家的声誉。希望能够让古小姐在了解当天事情的发生情况，也希望能够解开这个误会。到底这一盘90块硬菜是谁回去的？即马两边各人讲各人回，消费者若是烦恼有相像情形，菜点刷翕一相，才当保护家己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